即是来供达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加入太书5章24节到50节，今仔日有3位的圣经。加入太书5章24节到25节，我本是伫咧266页。现着我来读5章24节到25节。搁属基督耶稣的人，捌将肉体甲伊的情、伊的欲定伫十字架。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第2位的圣经，加入太书2章20节。2章20节。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还搁伫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踮伫我伫活。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第3位圣经是伫加拉太书6章第14节，6章第14节。若是我断无夸口别项。就是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尔。对即个，就世间我顶十字架，我世间也是安尼。以上，即时要请本堂地正年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圣洁生活第3讲，十架道路，十架道路。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大宝贝上帝，愿感谢你的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伫主日，阮有愿福气会当来敬拜你。那阮开始阮的圣洁生活的灵命操练，阮感谢，阮已经经过2礼拜，阮伫遐来明白，阮会当过圣洁生活，因为这是主你的心意。你讲，你若亲近我，我就要亲近你。有这种保证伫个时阵，阮就会当有气力会当来行。然后，阮也学习到，这过程中间，阮需要有圣神的充满伫阮的中间，阮才有可能活出来迄个圣洁的果子一个，阮才有可能来离开遐个无好的。就是你来帮助阮，当阮今日要搁进修来学习，伫这整个过程中间，阮的领受到底是啥物？阮爱安怎来经过这个过程？啊！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拢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灵命操练中间，操练甲咱讲的意思就是一再甲咱讲，然后咱一再伫遐来心思意念伫咧受遮，然后伫咱的行动中间来行出来。逐工安尼咧操练时，才会当诚侪咱帮助。所以伫咱的讲道中间，咱有缘逐摆拢会提起讲，到底咱的操练是啥物？咱的操练是讲，咱伫5月时，咱学习到即个清洁的心思。为什么要有清洁的心？因为安尼才有办法生出迄个真正的听出来。圣经在甲咱讲，听是为着生出来，就是因为清洁的心，啊，无通嫌的即个良心，以及无假的信心，这3项才有办法，是变做一个顺转的心，才会当生出即个听出来。咱已经学习到清洁的心思中间，咱伫遐应该伫咱生活中间就要有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应该会当显现出来才对。所以咱伫即个4个礼拜中间，咱要来学习要安怎伫圣洁生活，会当真做咱的即个性命的改变，就是会当活出圣洁生活。当然，咱已经进到第3讲，就是今仔日要讲即个圣洁生活伊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前个2讲中间甲咱讲到，亲近上帝是咱家己意愿的表态，咱的表明，咱有买也卖。上帝互咱是英文就用，你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所以甲咱讲，咱若要亲近伊，伊就要亲近咱。咱在表明咱的态度到底是啥物。然后咱表明态度，咱的态度是，咱来用行动来表现。咱的行动就是讲，我爱读圣经，我就爱敬拜伊，我就爱读圣经，才当明白上帝的真理是啥物。然后我常常爱用祈祷甲伊连接。最后第3、第4就是讲，我要有一个甘愿真实的心伫咧。我毋是讲咧操练，逐人咧看我到底有啊无，我紧来做，毋是。我是对心底内底伫遐咧心在讲，我需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我都要亲近上帝。所以这是我感觉一定爱的代志。最后一个，你得用一个清洁的专人伫遐来亲近你。什么叫做清？
清洁的全人，你就是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感情、你的思想，这拢总爱得清气，毋是干那表面手洗洗，就是代表清气那定。你的言语有啊无？你的思想有啊无？你的感情有啊无？甲你的行为拢总夹做伙。那安尼时阵，你才会知影，你才会人知影讲，你伫这亲近上帝方面，你的表面的态度到底是安怎？你有这个表面的时阵，咱来看讲，咱要安怎做到？咱知影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毋望咱拢会当诚做圣洁。啊，伊是圣洁，所以伊的神就是圣的神。是圣洁神，咱来亲近这个圣洁神，咱自然才会当活出这个圣洁生活。那安尼，咱就要受信心充满来看出来讲，咱到底有信心的帮助咱无？要安怎来看？你看你的信心的轨迹到底有显明出来无？信心的轨迹是忍耐、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尊重。咱常常想这9项。伫咱的生命中啊，是毋是咧进步中，还是咧退步？你若是咧进步的时，就是圣神伫遐咧帮助咱。当然，伫这过程中间，咱拢一直讲，我都要离开迄个歹，我都要来伫迄个所在，爱上分即个好，还是活出即个好出来。那安尼讲的时，即个讲到迄个歹甲即个好即中间，要安怎伫迄个所在2项搁3个做伙时，咱到底要安怎会当显明这过程到底是安怎？又搁是法夫办讲致死死，就是甲即个死，若即个歹物件，若离开伊，若弃杀伊，搁都要互伊死，不再影响着咱。连咱那个活出迄个好出来，又搁死搁活，即个过程到底是安怎？主耶稣甲咱讲，伊用伊的譬如来讲，伊讲亲像羊羔共款，伊就是羊羔，伊烧伫祭坛顶面，食做祭面，安尼看起是死。但是得到上帝的欢喜接纳，就高升，到伫天堂，甚至即个搁活坐伫上帝正边，伫遐咧掌管着咱全世界，这就是表明伊的活，死甲活就是亲像安尼。啊，搁无另外搁一句话讲，像讲一粒麦啊，一粒麦啊，伊本来是一粒麦啊，这代表伊若伊无活命，伊袂当搁生出来，这就是伊的死啊。但是伊若会当活起来是安怎？就是伊种落伫地里的时，就会当活出来足侪即个果子出来。这圣经在伫约翰福音12章24节讲：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多多。上主要说，互咱真明显的看见，死甲活伫同一个体中间，绝对会当平时伫，会当共同来看出来。但是你爱离开死，你才会当变做一个活。敢若一粒麦的种子，伊落伫地里已经是不再看见即粒麦啊，但是伊却结出这结实多多伫咧。所以你看出这死甲活的即个差别伫这所在。咱看见讲一粒麦，伊死的时阵。看起来敢若是结束，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因为伊的结果就是结实多多。咱嘛需要安尼，咱伫咱的过程中间，咱要安怎讲，甲即个歹离开伊，然后活出即个好出来。咱就是爱将咱的败坏即个肉体，互死，然后咱来活出迄个圣洁生活，互伊结实出来。换一句话讲，就是咱来甲咱迄个无好即个物件定死伫世界顶，然后咱搁活起来时，毋是我变做足好，是因为耶稣基督伫我的心内，伫遐咧活，所以我会当变做较好去。所以咱看见即个为离开歹，甲离到好中间，乃是一个转变，是一个转变，甲即个无好物件伫个所在甲变无。甲伫个除掉以后，然后才有一个好的当生出来，就敢若羊羔甲即个种子共款。咱人嘛是共款，咱人的形象，咱过圣洁生活的时，应该互咱看见讲，甲前是一个无共款的。为什么会当无共款？因为咱会得到圣神的帮助，佮得到咱主耶稣要伫咱中来住，所以主耶稣若要来伫咱住的是安怎？咱就要群地主，才有办法。圣经中间甲咱讲着军队主到底是安怎？咱要三甲先来看这圣经节，咱拄有听去书里甲咱读，但是咱家己若读的时，咱会记得会更较清楚，所以后请大家做来读。头一个是《加拉太书》第5章24节到25节，来。
业的定伫实力家。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来，我捌甲基督同顶实力家，我要求的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活，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伫信上帝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过来是加拉太书第6章14节，若是我完全毋夸口别项，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实力家若定，对即个就世间我顶实力家，我世间也是安尼。大多这3节圣经在中间，头一个圣经在神是甲咱讲，咱要过一个圣经生活，咱着安怎做？咱着爱甲咱肉体的这需要，甲定伫实力家顶，佮着爱靠圣神来行。咱用这个历史嘅创出来时，就是互咱注意的部分。第2个加拉太书第2章20节，甲咱讲，咱若安尼做时的结果是安怎？结果就是咱现在的活，毋是由原我的活，是主基督伫我内底的活。为何咱会当安尼？第3节圣经在甲咱讲。因为对即个就世间我顶实力家，我世间也是安尼。但是底下已经宣告，我为什么会当呢？因为对世间来讲，我已经顶实力家，所以你不再会当影响到我。对即个世间来讲，是我嘛已经顶实力家，所以伫即个部分，互咱知影讲，咱为何会当安尼？咱为何会当安尼？就是因为主要说伊的怜悯，伊呼召咱，伊拣选咱诚侪伊的囝儿。所以个看主要所有即个呼召，伊呼召伊学生的时，伊敢若讲来跟着我，来跟着我到底是啥物事？这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30到24节。伫遐讲，佮对众人讲，若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日日举伊的实力家来缀我，因为见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见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得要救伊。而且甲咱讲到主耶稣伊讲的军队到底是啥物事？军队真正意义着啥？只要讲到有4点。头一点就是你来看无家己，华语版讲舍己。你来看无家己，不再是迄个会败坏我，不再已经受到魔鬼已经引诱伫迄个所在败坏离去原来好迄个我，所以我否认我来无用我家己来做中心。你要滚底主耶稣头前，你就是看无家己。第二样，你来举迄个实力家，举实力家就是讲你已经备办心吗？准备讲有可能因为我忠心伫上帝的即种原因，我就要去受到定实力家的即种真互人艰苦、肉体艰苦的即种刑罚伫咧。这是一种说明，佮一种说明，举起你的实力家，就是举起你的罪，举起你的罪。然后到伫主耶稣面前啦，要交互伊，要互伊得到伊的赦免，要跟着主耶稣，你这2项。第3项是安怎？伊的最后结果，真可能你就是失落性命。你是付出你的这个性命伫咧，为什么？毋是为着家己，因为是为着基督，甲为着别人的这个原因，你要烧家己。你为着要迎供上帝有利的人，应神应人的时，你有可能要牺牲你的性命的。但是你若安尼做时，结果是啥物？结果你得到永生的这个毋望，永生的报酬伫咧。主要说拄则迄个路加第9章30到24节就先来讲，你若要缀我的时，你得看无家己，日日举你的实力家，然后想要救你家己性命，却伊会失落。所以你若要失落你的性命，你就要救你。所以伫咱讲，真正缀耶稣的意思是安尼。咱定来真容易讲，我要缀耶稣，我要用耶稣做我的这个模范，伊是我的一个通学习的，我要缀伊来行。但是你知影爱参像安尼无？你有看无你家己无？你有日日举你的实力家无？你有看无你的性命无？因为要得到迄个永活的性命。原来跟着耶稣的这种有遮尔啊深的意义伫咧，遮尔啊深的意义伫咧时阵，就互咱伫迄个所在来学习着讲，定实力家。原来就是要讲咱爱丧失性命。虽然咱举咱的
举咱的罪到伫主的面前呢，然后其实咱是为着要甲伊放杀即个物件，然后要得到新的性命伫咧，就参像迄粒种子共款，迄粒麦种子共，你得落去地内底，不再去看见即粒麦啊，我看袂到原来伊已经破碎伊家己啊。诚侪伫迄所在来发芽、来大长起来，生足侪结实伫咧，侪不再去看到家己，即就是迄个所在讲看无家己的部分的即个意义伫迄个所在。所以耶稣伊呼召咱甲伊定十字架时，做一件事是逐工伫迄个所在背十字架，甲逐工伫遐来定死。咱已经看见拄则讲迄个军队耶稣意义知影，咱就当知影迄个日的意思是啥物。因为咱人拢真非常的软正伫咧。咱今仔日表现了非常好，我灵命今仔得着充满圣灵充满，我有操练伫咧。啊，我伫遐看出来做出来时，敢若拢真符合伫圣经的规矩。但是过两工，咱真可能就受到真侪影响了，咱开始就佫无好去，然后佫较歹等等起来。所以圣神知影咱的软正，伊就甲咱讲，你得日日举你的十字架，日日定死伫十字架顶。伊知影咱的软正，伊要日日帮助咱，但是咱日日就要离开即个无好即个部分伫咧。对于逐工日日就要伫遐定死，伊及到底要安怎定死，以及要军队主耶稣时，保罗最上解好的即种事，的即种解说伫咧，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23节到29节的所在。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伫伊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时，伊安尼讲。伊伫遐讲伊家己，讲我着活较侪，我佫落干也较侪，受拍到算袂得，侪摆险死。我互犹太人拍5摆，每摆40下减1下，3摆受管仔拍，1摆受着石头钉，3摆拄着船破，1日1暝伫深海，日日热落拄着江河的危险。贼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落落甲艰苦，昼昼无困，腰挂喙焦，昼昼无食，寒挂吞巴体。除去这个外事，还佫有一项逐日缀我，就是退正教会看路。治罪软正，也无我煞软正；治罪着活，也无我的心无亲像迄道啊。这是保罗家己亲自写，咱本来看袂出来，讲保罗捌受着遮尔侪痛苦。咱刚才知影讲，伊伫犹太人中间要传福音真难，伊倒到外邦人伊所来去传，无拍算伊有受遮尔侪的即种苦敌。伊有伫遐讲安怎无？伊讲伊是软正无毋对，但是即个是为着主咧活的。伊伫遐佫甲咱讲到，头拄啊加拉太书，拢总是伊写的背信，伊写互加拉太教会。伊伫遐讲安怎？现在佫活，毋是我咧活，是基督伫我的心内咧活。讲遮个出来时阵啊，伊就知影讲，我做遮，我碰到遮尔侪困难伫个时，这是我伊军队主耶稣就会去碰到的。咱拄则嘛，已经对主耶稣伫遐讲军队我的时所讲时，咱伫遐看出来讲，伊有可能。即个军队主耶稣有可能碰到即种情形伫，所以咱要操练讲，咱要有圣洁生活的过程的时阵，这是头前互咱看见。咱要军队主耶稣，其实迄是一个牺牲的生活伫咧。你愿意牺牲什么无？到最后上严重就牺牲性命。你愿意伫你的圣洁生活操练中间，你本来就体贴你的肉体，你本来就爱做一寡放轻松家己的。你愿意牺牲遮个无？然后用较侪时间来追求人物、敬拜上帝，然后读圣经、祈祷等等遮个无？你有爱牺牲遮个无？甚至到最后牺牲是到死命是，我嘛犹原爱，因为我仰望就是永远的救恩的。这是咱看见主耶稣伊即个呼召的，伊呼召了的时，就是叫咱讲爱甲伊上阮来定十字架。咱会知，咱看要甲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甚物？咱已经知影讲，圣神甲咱这情欲是伫咱的心思意念中间，伫遐咧相争，伫遐咧相战，到底倒一项会赢？迄是在伫咱。
咱往往咱已经随礼了时，咱有圣神，甲咱领受圣神，但是邪灵嘛伫咱中间。这两个道理，倒一个要得胜？看你，看咱每一个人，当你若伫遐体贴圣神的时，圣神就得胜，伊就伫咱的心中自由运行。但是你若体贴你的肉体的时，肉体就伫遐得胜啊，圣神就求伫即个角啊，伫遐吐开。你就看见你的行为，毋是圣神的规矩，颠倒一些无好物件伫遐来发生去。那安尼时，咱就看到讲，结果是啊，罗马人书第7章的第9节，伫迄个所在就讲，咱无办法照着咱原来，因为我所意爱好，我无去行；所毋爱的歹，反倒去行。但是当咱来顺服甲体贴圣神的时，咱就当结出即个圣神的规矩出来。咱拢是阿当的即个后代啊，咱的情欲甲咱的肉体中间，伫咱的肉体中间，所以咱的身心灵是咱身心灵的即个部分的。所以除了咱死，咱无办法甲即个情欲伫迄个所在甲伊除掉去。无毋对，死就是唯一的方法。只不过即个死，你是要安怎死？你敢自杀咱的性命噶？主要说毋是安尼，伊创造咱的时候，对面就有咱的即个任务伫咧。伊是要互咱应跟上帝有当利的敌人，咱若死去咱就无啊。但是伊的死是要互咱迄歹的部分，会败坏即个部分，伫迄个所在死，你重新得到即个新的部分是啥？当初起初上帝所创造的迄个好，佮倒转到伫咱即个中间的，所以。主要说，甲咱伫些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甲咱讲，咱着来甲主啊、甲基督同顶十字架。伊甲咱讲，顶十字架时有两个意义，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伫咧。就是伫加拉太书第6章的14节，咱拄仔所看第3个即个圣经在底下所讲的。讲对安尼，对这顶十字架安尼，法务版讲，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咱台语直接讲，对安尼，这世界。我顶十字架，我世界也是安尼。世界对我来讲已经去用顶十字架，对世界来讲，我已经用顶十字架，所以不再讲搁去影响着我。所以咱看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我来讲的时阵，这老的我，这情欲、肉体、这无好嘢物件，已经归伫耶稣的身上啊。所以伊主要说为着咱已经承担起来啊，顶伫十字架顶。但是对这老的我、情欲这来讲是啥？我已经顶十字架顶啊，我甲主要说共顶伫十字架顶啊。意思是要甲咱讲，这物件拢总袂阁影响着咱，伊也袂当欺骗我，伊也袂当过来影响着我，因为安怎？我的心中已经带着主耶稣的这种分野伫咧，印记就是这个分野，这个分野是安怎？甲死定死的这个部分，伫加拉太书第6章的17节，伫遐讲，打了后人袂通搅了我，因为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分野伫咧。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迄个分野是啥？就是拒绝歹，拒绝这个无好的物件，然后甲这个拢无好，拢顶死伫十字架顶，然后因为上帝恩典，所以互我得到活起来，新的生命搁出来。你有即种的分野伫咧，伫你的生活中会当去看见这歹，还是尽量，还是看到拢是遐圣神的规矩伫咧。所以伫遮问人讲，你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啊未？若是有，你的分野是啥物？你的印记是啥物？你别人知影你是基督徒无？你有互即个，还是亲你家己有向魔鬼黑暗的势力伫遐来宣告讲，我已经是基督的人啊！这无好物件、负面的思想，这拢总要来离开我无？你安怎互人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人感受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感觉你伫你的生活中间、你的生命中间是真做一个应跟基督的啊无？应跟上帝啊无？咱到底有甲主耶稣作为定义的世界，甲迄个老的我。肉体的情欲，这无好物件，拢总定伫迄个所在无。你有上帝即种主耶稣伫十字架顶即分野伫你的心中啊无？定十字架是只不过即个正善过程中间
一半尔定。你甲遐无好诶，甲顶伫是伫个顶，刷落去要安怎？你来活水迄个好啊！要安怎活水好？绝对毋是靠咱家己诶，因为咱已经讲过是靠主耶靠圣神诶开力，然后主耶稣带伫咱内底，咱才有可能伫。所以伫遮讲，甲基督同顶是伫个，只不过是一粒麦啊，伊死去若定，还未结出迄个果子出来。所以咱需要甲基督伫迄所在来结连做伙时，就是互主基督伫咱内底来活。罗马人书第6章第50到第8节伊安尼讲，因为咱若联合伫伊诶死诶款式，也要联合伫伊国外诶款式。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活，就要甲伊；甲是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咱甲主耶稣顶是伫个顶，只不过是一半啦定。咱搁爱搁甲耶稣伫咱诶心内，伫迄所在来活。最高诶当然是最高，因为这是主诶应允。咱若甲基督同死诶时，就要甲基督同活。对当以后，咱是基督，甲咱做一个伫咱内底咧活。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拄则所已经读过所讲诶，就是即个圣经在讲，我要甲基督同顶是伫个，我要顾得活，毋是要游玩我，就是基督踮伫我的活。基督是照着圣神活伫咱的内底，所以基督伫咱内底的活因，就是讲圣神要掌管伫咱的生命。你讲基督到底有伫我的心，伫我做迄个活无？你看你有圣神的轨迹，会显明啊无？就是因为基督是照着圣神踮伫咱内底，圣神的轨迹就是基督踮伫咱内底的即个结果来生出来。互咱会当顺着圣神来行，照着圣神来行，互咱过着一个圣神充满的即个日子。圣神的充满的日子是到底是啥？就是日子，咱有陪咱的即个十字架来对耶稣的即个生活啊无。所以原来咱为第一课开始讲起的时讲，互咱一个保证甲即个，就是讲咱会当过圣洁生活，会啊，因为上帝甲咱讲，你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啊。你若亲近圣洁上帝，你哪有可能袂过圣洁生活？所以咱知会当的，但是咱要安怎会当？第二课就是甲咱讲，你甲靠你家己无办法，你就要靠圣神甲你帮助。所以圣神充满咱，还是讲咱内在的圣神会当对着自由的运行。你要哪会知影？你要来知影圣神伫你心中自由运行，你要来知影圣神充满伫你，看你的果子，圣神的果子有出来。恁来和平欢喜，恁来欢喜和平，这有出来无？有显现无？然后显现时就知影哇，圣神已经伫遐咧，互你渐咧帮助你，遐歹物件渐渐一直无去伫咧。然后今仔日甲咱讲，这中间这个过程是安怎？是讲我愿意就会当的甲。无原来这是一个过程，毋是今仔日讲 OK 就 OK， 伊是爱日日伫迄个所在做，佮甚至爱日日背你的十字架，拍你的十字架，佮在顶死伫十字架顶，甲咱遐无好物件攞总个顶，然后甲基督伫咱我内底咧活，迄是原来这个过程是一个牺牲的过程。你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无？你就想过讲，我有啥物物件无圣洁无？啊，原来是遐物件，遐物件本来我是感觉我真 enjoy， 我真会当安尼享受，但是伊无下伫上帝心意啊，所以你就要甲除掉，你就要放弃伊，你就要看无伊，迄就是一个牺牲。主耶稣伊真意爱讲伊的肉体去受着即种苦楚噶，伊嘛是无爱啊。但是安怎，伊愿意要安尼做时，就是一个牺牲的生活。伊知影带来伊的牺牲的时，会带来人类会得救的。咱要得到圣洁生活时，咱哪有一个牺牲的一种观念的？即整个过程中间，我的牺牲真侪，我本来感觉会当互我真轻松，我感觉真好势，这物件。伊若是无下伫上帝死，伊若是甲圣洁生活，这圣神的轨迹无共款的时。颠倒是倒面行时，我都要来牺牲伊。主耶稣互咱模范就是安尼。咱若感觉搁无够清楚时，咱会当对结论来看，这无好，这物件，
咱讲起这甘霖、误会、邪僻这物件，伊有搁伫你的性命来出现无？若有就代表讲，这个拢总还袂定死伫世界。你敢袂使讲我定死就拢死去嘛？无，所以毋知甲咱讲日日定死界。今仔有可能伫即项的时阵，我真容易伫迄所在受气，我真容易去怨妒别人，我定死去。我发现我渐渐我袂去怨妒别人，我发现我渐渐袂迄个所在，遐容易来受气啊！我感觉我会当甲别人会当三个结连做伙，我无会讲我想要来结党啊。迄就是你有渐渐一直定无够，啊，佫袂使佫较定热，日日伫遐来求进步，这就是操练。你有现实的规矩出来啊无？若还袂完全，真表示讲咱的性命还袂得到够活。主耶稣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部分，毋是遐尔100%，咱佫有这无好物件伫遐束缚着咱。伫12世纪的时阵，有一个叫法兰西斯，后壁伊过身了的人啊，叫做圣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咱甲封叫做圣徒。为什么变做一个圣徒？伊本来是一个好人，啊，伊的生活嘛真无好哟，就安尼种糜烂的安尼。但是有一天的时，伊去互即个圣神感动，伊伫遐得救。伊感觉伊的生活安尼是毋对的，只是主无欢喜的，伊要安怎来做？迄当时的思想就是讲，我若会当，互我过一个真艰苦的生活，安尼我就较容易达成。伊就伫迄个所在，将伊所有的财产拢总互人，诚做是完全拢无的，非常彻底。伊毋是讲你需要我帮助你，伊需要帮，毋是伊将伊所有的财产拢总送互，伊干那存一领衫，到处去流浪，等着人伫遐来传福音，互人知伊用家己做见证。咱讲的即种是一个真极端的即种例。我相信主毋是爱咱迄个，原来游玩是做即种情的，因为古早时应该用刻苦家己的时阵，就会当真容易去达成。但是咱已经知，咱靠咱家己无即个气力。较重要是咱要靠圣神的帮助，圣神就来帮助咱。咱就看见遐无好规、无好这行为，甲即个圣神的规矩，即两个部分会消长。即啥物愈来歹，愈来愈少，好愈来愈多。伫迄个所来看，但我故意的内容是讲，伊知伊要成圣的过程是一个牺牲的，所以伊用即种方法来牺牲。但是咱的时阵，你要用倒一种牺牲伫你的心中。你伫灵命操练中间，是干那看圣经看了，安尼就会感觉咱的圣经生活就会当家。我相信是非常难，你一定要有迄个付出。这付出甚至是一个牺牲的付出，你才有可能伫你的圣经中、的生活中间，会当看出迄个价值出来。要活出圣经人，就在伫咱的决定。你要选择顺服体贴圣神，还是要选择顺从你的肉体？咱若是靠圣神来活的时阵，咱就靠圣神来行，咱就体贴圣神。咱就会当亚家己的世界，跟对耶稣来过一个圣洁生活。其实过圣洁生活，真正是一个正善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咱需要不断地来提醒三项。头一个，咱需要亲近上帝，因为伊就是咱的保证。伊讲，你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第二，咱需要有圣神。咱需要这个圣人伫咱内底时，咱才有气力，咱才有这个地位的。今仔日佫互咱学习到，咱需要军队基督，因为透过基督的牺牲，带来咱的永生的。所以是真上介好的模范，互咱伫个所在来学习，免咱会当过一个圣洁生活。咱会当注意这三项，拄啊是咱三一的上帝，三一的神，父上帝、子耶稣佮圣灵。三个拢要帮助咱，咱嘛得挖靠着这三一的神，咱才有可能。咱来亲近上帝，因为是互咱上介好的保证。咱就要有圣神来帮助咱，因为互咱有气力。咱需要主为着咱牺牲，咱学习的模样，咱嘛要有可能当着这牺牲，咱部分无好这物件时，然后咱再当得着是永生，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嘛，已经进到第三课，咱应该非常知影圣洁生活的这种灵命操练。
你若无倚靠着上帝，你若无伫基督内底，你若无圣神的帮助时，咱无可能来完成。所以，这个操练，互咱知，毋是讲咱的行为安怎，原来是要互咱更较亲近上帝。当你若找到这个源头挖掉一个时，你就较会当成功。加上你家己意愿，你家己你的努力，然后家己圣神再来给你帮助时，你才有这个成功的这种机会伫咧。毋茫互咱伫这个操练中间，常常为咱的心思意念伫遐来改变，然后伫咱的行动中间，咱来努力。咱伫这小组中间时，咱毋茫逐摆即个，咱若读圣经中间，毋是若听信息，咱每摆看圣经的时，咱拢爱为内底找出来讲，上帝要甲你讲啥物？今仔日你领受的信息，上帝要甲你讲啥？讲了时，咱就知影讲，安尼我需要啥物行动？我的行动到底是啥物？然后我要行动的时间是伫时开始，我需要上帝安怎来帮助我？咱咧灵修，咱咧看圣经是常常要甲这三个问题下伫咱的头壳中。看旧约的这种是咧讲历史，这历史咧甲我讲啥物？伊是甲我讲，原来我爱安怎，啊那呢我有啥物行动？我伫时要来开始，我需要主安怎来帮助我？伫小组的这个聚会中间有这个题目。头一个题目依然是同款，你有啥物领受？你有啥物行动？然后第二讲，我要安怎如何甲基督来同定十字架，甲基督来同过我。第三讲，我对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甲基督同过我有啥物经验啊无？军队主耶稣就是要看无家己，爱举家己的十字架，然后咱来放弃咱的性命，因为咱要得到永生。军队主要所是安尼，所以主要所的整个过程中间，像咱学习着，我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过程，就是亲像安尼。你需要牺牲伫咧，所以毋茫咱伫圣洁生活的这灵命操练中间，咱哪来哪深入，咱已经哪知影，我的保证，我的根本是啥？我就是要亲近上帝啊！用啥物亲近？用敬拜，用祈祷，用读圣经，用心甘情愿、刻无心内，佮用。这个清气的专念，伫我的言语、行为、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拢咱得到清气来亲近上帝，你就得到保证啊！佮包括圣神来帮助咱，互咱结出迄个圣洁的果子出来。然后今仔个人看见讲，咱因为有基督，为着咱牺牲，有迄个永生毋茫伫啊！咱若军队基督时阵，圣洁生活的操练，就要加做咱逐人的帮助。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较无会当伫这圣洁生活操练中间得到帮助的人，拢有主的恩典，甲恁三个做伙来帮助咱伫圣洁生活中间会当得到真大的这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圣洁生活操练中间，阮哪来哪明白，靠阮家己是无办法，但是阮有主你的保证，因为你甲阮讲，你若亲近阮。你若亲近，我若亲近你，你就要亲近我。我若知你知阮的软正，你就找紧圣神来帮助我。然后阮知圣神帮助我时，乃是阮来结出圣